Hello，我係陳律師啊。呢幾日啦，中國嘅律師圈啊炸晒鍋啊，因為咧稅務局出咗一紙通知，就叫各個律師事務所咧，叫啲律師就按上一年度嘅真實收入嚟計算嗰個社保嘅基數。哇！呢個消息一出嚟咧，遭到咧行業大面積嘅律師嘅抵觸啊！好多後生啲律師咧，直接係咁樣放話嘅，我唔做律師啦，我出去送外賣算數啦。有可能送外賣嘅收入咧，比做律師嘅會更高添。大家可能都有聽講過中國嘅金稅4期呢個稅務系統，好犀利㗎。佢咧呢個系統一上線啊，所有數據全部都透明嘅，包括你喺銀行嘅存款啦、你嘅收入、你交嘅個稅、你繳納嘅社保，全部就透晒明嚇。咁稅局咧就根據呢個系統嘅提示，就直接發通知俾律所，要求律所再通知落去啲律師度，叫佢哋按真實嘅收入嚟繳納真實嘅社保數嚇。律師要唔要買社保咧？我當然係支持嘅，因為咧你律師都係人啊嘛，一樣要食飯，一樣要有保障，一樣將來亦都要養老，係咪？咁而且交社保亦都係合規嘅一種嚟嘅嚇。但係咧，根據我哋中國呢個律師行業嘅狀況啊，因為我哋嘅行業律師係有佢嘅特殊性喺度嘅。我一定係咁樣形容嘅。喺中國做律師咧，就係一個比較悲催嘅個體戶啊。點解咁講啊？一般嘅打工仔出去打工咧，社保嗰部分咧，其實係老細幫你出咗大頭嘅，自己係出嘅小頭。一般咧，按而家嘅社保嚟計咧，老闆啊，企業係幫你出23%左右，自己出嗰部分咧，大約係12% 左右嘅。假設你每個月收入係7000蚊人工嘅話咧，total 嘅社保繳費就繳咗35%。本來咧你到手咧就得個4500蚊左右嚇，有成2500係交咗社保嗰度。如果喺廣州嘅話咧，按最低嘅基數嚟計咧，社保目前嚟講亦係就係1580蚊到。咁咧律師過往咧因為企業嗰部分同個人嗰部分兩部分都係律師自己一個人孭晒嘅，所以過往嘅律師一般係按最低嘅基數嚟交，亦就係話個月交個1500幾左右嚇。咁好多人話點解你哋律師咁特別嘅？因為咧喺中國律師咧就唔能夠以個人嘅名義去執業嘅，就一定要掛靠喺一間律師事務所嗰度。如果你唔買社保嘅話咧，唔好忘記律師上邊仲有個律師嘅行業協會，你個律師證咧每年就要去俾律協幫你去列審嚇，睇下你舊年一整年有冇買足社保，有冇做一啲違規嘅嘢。如果唔係咧，唔幫你嘅律師證蓋個章咧，你連執業嘅資格都冇。你冇咗個揾食家伙嘅話，咁對你嘅開展業務咪更加會難上加難咯，係嘛？其實成件事嚟講咧，我覺得最大就係制度上嘅矛盾。最緊要就係究竟律師同律所之間係咪勞動關係？嗱，律所究竟係咪律師嘅老闆呢？如果係老闆，你係咪應該發工資俾我？你係咪幫我承擔企業要孭嘅嗰部分嘅社保？但係律師咧入律所都係掛靠啫嘛，收入究竟係幾多喎？全部就靠自己嘅業務能力啦，又冇底薪啦又唔需要考勤啦，唔需要打卡啦，你翻唔翻工冇人理你嘅。但係每年到頭就要自己自負盈虧啦。咁一般嗰啲執業成本譬如話律所仲要同你收工位費啦，係嘛複印費啦，交通差旅費咩？推廣費，所有呢啲應酬費呢啲，全部咧律師都係食自己嘅嚇。咁講下嗰個卡位費啦。以廣州咁目前嘅市場嚟講，一個律師咧要向一個掛靠一個律所，通常你睇你自己睇餸食飯，睇你嘅能力去到邊度。如果你覺得自己只係一般嘅啫，我要一個卡位就足夠啦。咁一個卡位嘅收費咧，一般就喺2萬到4萬之間。唔同嘅律所根據唔同寫字樓嘅地頭嗰個價格有所出別。越係高大上嘅寫字樓，咁你個卡位費咪越貴咯嚇。咁仲有咧，佢有啲律所就規定你係合夥人，你要做合夥人，你就一定要攞房間嚇。房間嘅費用咧6萬到30萬之間，亦係睇唔同嘅律所、唔同嘅地頭。好啦，呢啲錢全部都係律師自己出㗎嘛，係嘛？咁律師除咗呢啲之外每個月咧係仲要向律所交呢個管理費同埋掛靠費嘅嚇。咁你話律師嘅收入，你咁樣一計，你就知道係有幾大嘅風險喺呢度，真係有可能係朝不保夕。仲有咧，行業入邊有啲律師仲出現過咁嘅情況，一年到頭計到落尾自己唔單止1分錢工資都冇賺到仲要倒貼翻俾律所添嚇。講咁多仲未講到最悲催呢樣嘢嚇。佢話咧我哋買社保，律師買社保咧係有嗰個工傷保險嘅賠付嘅，但係真係如果律師喺執業過程當中出現呢個工傷嘅話咧佢唔賠俾你，理由係咩？因為呢個通過大量法院真實嘅判例已經講出嚟。佢話咧，你律師係掛靠律所啫嘛，你同律所之間都唔係真實嘅勞動關係，所以咧出現傷亡嘅時候咧，你唔可以按工傷嚟報俾你嚇。如果你堅持要報，你會構成保險欺詐，大一頂帽咁樣笠落嚟問你怕未嚇？咁既然法院嘅判例話律師都唔係同律所成立呢個勞動關係，又點解要按
企業嘅社保嚟叫我哋律師嗰個基數去交咧，係嘛？嗱，最近咧有人就計咗一筆數，假設國內一個律師啊，年收入響10萬同100萬之間，究竟律師到手嘅錢有幾多？咁佢咧首先係將嗰個律師嘅掛靠費或者係工位費啦、房間費啦，通常係佔到律師收入嘅30%，以咁嘅比例嚟計嘅。咁大家睇下呢個表，你就知道嚇我哋律師真係響年創收，我哋唔係叫收入嚇，叫創收10萬到100萬之間，真真正正到手嘅比例係幾多嚇？10萬蚊到手咧就係44%嚇，40萬嘅創收咧到手真係呢個 level 啊就最低啦，36.8%。100萬嘅創收啊，都係到手得45%，亦即係話你一年創收100萬嘅律師業務，你到手淨係得個45萬嚇。最近咧，我團隊有個女律師啊，就琴日聯繫我，佢同我呻啊，佢話咧佢舊年嘅收入剛好account 40萬，即係到手最少嗰個級別啦嚇。佢喊住咁同我講啊，佢話陳律師，我一年啊，如果按呢個新規啊，一年交社保我哋交10萬，再加上其他乜嘢管理費咩嘢嚇，左扣右扣，到手一個月得15,000蚊到。佢話我已經做到好辛苦，已經做到仲要冒啊！做律師其實仲有好大嘅執業風險嚟嘅，係嘛啊？佢同我講，我真係即係覺得會頂唔順咯，我嗰度轉行算啦咁樣。其實咧我哋中國律師嘅行業嘅收入嘅真相同其他行業係差唔多嘅，即係我講即係自主憑自己能力去創收業務嗰啲行業都係200定律，亦即係話兩極分化嘅。有人咧就會賺大錢，有人咧即係僅僅夠食飽2餐飯嘅啫。咁喺金字塔頂上邊嘅人咧，真係好少數。咁冇資源嗰啲新入行嗰啲人啊，最後咧扣完晒啲咩管理費、社保稅費啊，到手嗰啲咧係真係有好多時候咧係不如打份普通嘅工嘅。咁而家咯，社保出現呢個，仲要話按上一年嘅真實收入嚟去計繳嘅話咧，咁最大一個後果可能性就係話，呢個規定可以將好大一部分律師趕出去做律師嘅呢個行業，因為咧，法律上你又唔認定我哋律師同律所之間係勞動關係，但係你交社保嗰陣時又要我按勞動關係嚟交，點解唔係按嗰個靈活就業嗰個人員嚟交呢？因為靈活就業交嘅社保同埋醫保嗰個比例係低好多嘅，亦即係話每個月交嘅錢會少好多嘅。咁本身律師嘅性質就係同出邊送外賣嘅同開網約車嘅冇咩區別啊嘛，係嘛？通過呢件事啦，其實真係講明咗兩樣嘢，一個而家中國咧經濟大環境唔好啦。大家本身對法律服務嘅需求咧，真係能夠慳得就慳，冇咩事都唔去揾律師去打官司噶啦。而且咧，早兩日仲睇到個新聞話，中國咧有成幾千萬人而家乾脆唔交社保。好啦，社保嗰個資金池越嚟越少嘅情況下，咁政府一定係希望咧大家能夠交社保嘅時候，盡量做到合規呢個合規咧，大商人好嘅大家咧按照啲收入去交社保但係你要諗清楚睇清楚律師行業嗰啲特殊性咧。所以話陳律師告誡大家如果你屋企冇咩資源，或者係你自己個人嘅能力唔係特別強嘅情況下，真係唔好去報呢個法學專業舊年我請嘅一個助理咧，都係廣東一個姨媽嘅法學專業畢業嘅，佢同我講，到7月份佢哋嘅專業嘅畢業嘅人揾到正式工作嘅唔到20%。你咁低嘅就業率，唔單止讀法律咧，你畢業之後仲要考一個叫做史上即係中國稱4大最難考嘅法考，你要通過咗法考，攞到呢個資格證，你先有機會入好多啲公檢法，或者係我有機會去成為做執業律師。咁嘅情況下，真係諗清諗楚，冇咩必要去讀呢個專業除非你巴士而家或者屋企家族入邊好有資源，或者你真係你自己你嘅業務開拓能力好強，你嘅專業能力好強，咁係另外一回事，係嘛？問題就係嚟啦，咁多律師話要轉行去做法務。咁咧，你覺得請法務嘅企業，佢哋唔知咩？你哋咁多人一下子湧入報名做法務嘅呢個行業，咁人哋嗰啲企業對法務呢個崗位嘅工資有咁低壓咁低啦，係嘛？咁其實亦都唔係大家捲死大家自己咯。所以話咧，喺中國做律師而家嚟講仲係咪一個好嘅選擇嚟咧？大家可以喺評論區講低你哋嘅觀點，記得點讚同關注我喎。